甲伊两个高中生无照骑乌托摆经过东石乡的时呢，看到头前有一个老太太要过车路，可能是骑了伤紧，动了袂赴去弄另外一个乌托摆，这个乌托摆勒残了去弄到这个老太太，甲弄成重伤。亲人听到声，嘣一声冲出来关心了后，看这个老阿婆伤势真严重，送去病院救半个月嘛救无活。检调查，这两个高中生无啉酒，也过无照骑车，搁弄死人，伊才过是致死罪以上。穿红色袖袍88岁姓林阿嫂准备过大路，伊倒边看一个，正边向一个，率来向前行，所以用叫倒边皮甲真紧的乌托摆，给弄倒在地。处理的人听到砰一声声音，赶紧冲出来，着急顾伫咧阿嫂的身边看，发现伤甲真热烈，赶紧通知救护车将阿嫂送到病院。不过阿嫂救半个月过，嘛是重伤过身。去年12月14暗时6点多，家己东石乡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姓林阿嫂伫咧门牙口拼动整理盆栽含环境，当要过大路到对面的时，却机车弄跳。伫厝内底听到嘣一声，我就紧撞出来，人已经倒伫遮啦。家属强调，阿嫂的身体是真勇敢，所以因为车祸不幸过身。警察调查共同是两位17岁姓蔡和姓李的高中生，因无到照骑乌托摆，要登去厝的路失控撞到阿嫂，机车倒在地，涂骹嘛留下长勒残粉车。家属怀疑可能是乌托摆皮受轻，这弄甲真严重。这条路是限速40尔啦。讲骑40-50，我是讲感觉无可能啦。会弄啊遐尔严重，哪可能骑40-50啦？检警调查，这两位高中生并无啉酒骑车，当时姓蔡学生看到阿嫂伫咧过大路时有启动啊减速，不过后壁姓李学生当下被扶持，才会挤落去，发生车祸。李姓及蔡姓男子双人车倒地，致蔡姓男子机车撞击林姓妇人。到底是安怎弄的？会个继续调查。警察卖去过世致死罪，将两位高中生移送地检署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